台南家乡故事绘本创作的元素来自于家乡的零事物，透过老师带领学生走读探索以及访问地方囡仔，收集资料的同时，也传承地方的文史风采。不但体现了文化素养甲团队合作，嘛真具有教育意义。咱来伫互咱的囡仔了解即个土地故事、甲历史、甲文化咧吼。即个绘本、即个物件、即个媒介，其实我感觉是推展本土教育上好的一个方式就对啦。老师带咱的囡仔去做田野调查，去访问遮基佬，然后因了解部分写落来，画出来，迄个过程我相信因会深入了解伫个社区，伫个土地，嘛因为了解会产生啥，会有感情。伊对伫个所在会有一个感情。未来公开了，伊去外口食头路做工课，伊也有想到伫个故乡，会回馈自己的乡里所以我感觉讲。以即个基金会斗相共，阮郑局长也非常大力的推动，安尼短时间9档有88本，会当讲非常无简单。台南家乡故事绘本至今已经出版88册，多数的内容横跨全市37个行政区，内容涵盖民间信仰、民俗艺定、美食文化、生态环境等，不但内容丰富多元，更有着浓浓的台南味。而且为明年1月起，这个创作将会伫高雄、台南、承德、台北4个城市展览，让更侪国人看到台南囡仔讲故事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